打麻雀有小零九同 OK， 星期六 OK， 大家嘅節目係咪打麻雀先？好 OK， 起手得隻翻牌都幾好嘅，我睇下打咩先，好靚牌，打一隻7萬啦，莊家唔打東嘛。唉，都係打東先，因為挨牌叫胡。碰，而家叫啦。一槍5同字魔，5隻馬。第二鋪，好多翻牌喂，好肉酸。碰咗先啦，反正個牌都立立亂嘅。白板，咁我打3筒啦，因為下家都碰咗2筒。呢副牌好唔容易入隻叫胡，哇叫胡，執到咁真係幾好噶啦。哦，偏將3索正，6隻馬嘅。第3鋪打隻9萬先啦，冇用，起手冇翻牌都仲可以。好唔好對7索？咁而家入隻叫冇用。又冇返3萬，咁打8索先咯。哇，卡窿3索，36萬選低而家叫一個卡窿7筒，好靚咩？咩嚟嘅 ？OK， 白板，笑納啦，6隻馬嘅。第4鋪，打隻1萬先啦。起手一砍8索。可能有流太有流角咁樣，係咪先？有流磚咁樣會好啊，啲塊會靚啲。好啊，又拍牌得唔得？碰，隻紅中扣下先啦。上家碰7索，咁我隻8索係咪有機會出嚟呢？好唔好對6索？嘢入隻叫，哇！摸砍6索，咁就打隻5萬而家叫36同正張，2砍在手。要唔要叫3飛啦？拆個槓，算啦，下家都碰2筒啦。老叫不改，白板7隻馬嘅，最後鋪打唯一隻翻牌。好，對家暗降5索。開始咯喎！挨牌叫胡。
OK，挨到。唔知咧。8筒子貓，9隻馬㗎吓，點讚點看啦，拜拜。